汉信上大家好，我就是10號，今晡日出道嘅題目係18號題。研究真緊，今來今人咧。係啊，下禮拜還冇有學溜來耶。俺人嘅天師，我想會領到少嫩嘅飲料，仲係少少嘅巧克力。咁我點到許多聊天時運動而是進駐能差當錯。聊天還是進駐能差，你唔講人係麼？我身體按照用無樣啦。你唔好夾雜啦。你啊是按照上禮拜就冇人到。錯啊，香港談講進駐能差對身體唔好調充實。如見按到，該冇文意到講可能，如乜嘅空氣有好些嘅差。我記得我講做個路線發差，上對身體動好，還做得減肥呢。我記得我未做個曲發差，向入好時和動入引誘。我記得線上有廣告，蓬風茶嘅食物醬、米頭甜，還做得預防平均。食茶還做得預防平均，很厲害哦。你看你上課都啲嘅讀冇衰，莫怪全冇糖到。冇法度啊，糖到線上改善，是種我嘅水麼？你啊，線上有廣告，你怕落來強，唔怕寒流風，你還係3萬圖書下讓啦。你還係按用水下去，我看你是冇法度畢業咧。你就冇係行嘅啦。應用還係免出處。雖然頭下講嘅調查個個有嘅好處，不過我還係知道進駐能差下讓。我看唔出來進駐能差有哪比其他嘅差下好。咁我幫你講看啊，是進駐能差有乜嘅好處？進駐能差甜有好食，韓國蠻難是買得到，令他心情咪會動好。不過兩種係是進駐能差長肉嘅好處。該講其他嘅差未強容。進駐能差咁冇其他特別嘅地方。進駐能差入動到按理解費率呀。錯啊，我記得上班出去了解時間，大家有強下意識。一定還記得這禮拜考試考唔好，大家強下這篇嘛題目太難，這篇是進駐能差。還有該擺籃球比賽讓球嘅時間，進駐能差學起來特別好使。冇錯，進駐能差最好。不過我還係取到許多空間最重要。錯啊，若係身體未擺體就唔好咧。有乜嘅身體有健康嘅飲料麼？係撈蓬風茶、撈進駐能差較強悍哦。錯啊，按用是凍度好啊。出題進駐能差，隔條有誒冇誒，佢會凍好高。錯啊，但按你做好新品，趁早啲拿去讓入費買哦。每套咁買東奇怪。該時按你3萬做出好時嘅新品時候啊。咁你倆閒閒稍稍落去試眼看，好麼？好啊，按你試落去買材料。好啦，假使唔好時間買，你就會負責選題。好。我哋是講到兩位師夢大家。請問你哋平常時為老同學強下去做乜嘅事情？我平常時為老同學去打籃球，打籃球嘅時間為認識更多嘅朋友，我去到動身體。請問假使你對老同學嘅想法冇強容，你會用辦做？假使我老同學嘅想法冇強容，我會先點聽佢講，再個老我嘅想法老佢說明，盡量唔好老佢讓價。請問你對知道樣辦老同學相處良好？我知道老同學做飯最重要嘅事係尊重，有乜嘅問題就會有溝通嘅方式，韓國有心中唔好打拍嘴，有咧就冇你想來讓你強下高咧。請問你平常時為食乜嘅飲料？樣辦講。我平常時會去買牛奶老頭奶，因為是牛奶老頭奶唔但將實體包，談講很耐下個台。